则夫子山义之为止也。夫义之致用，非谓不是也。若谓不是，则无助在。夫子不以之守六经也。夫子以义为六经之守者，以其用能明天人之道，类万物之情，定日月之行，奠山河之度，可以治治平之业，可以正性命之功，可以达神鬼之情，可以夫教化之德，故其用在此，而不谓不是也。然不是亦所不有。卦爻之子，吉凶之战，毁令之徒，君子小人之道，皆着于象数，真于言稳。苟按其数而不知，因其此而觉之，则所谓应义数也。通变化而行鬼神者，皆在传中别卦之法，可见之也。